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的汐止发生一件车祸，一个19岁大学生驶350万的特斯拉上路，结果将弄到路边交代的机车。讲原来这个大学生是歌手罗时丰的细汉后生，拄考到驾照，趁爸爸妈妈无伫厝，把妈妈的车开出去。这罗时丰透过经纪人来回应，讲后生嘛着青惊，已经再三甲警告，后一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伫巷内一台白色特斯拉雄雄冲出来，路边乌托摆倒规排。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台特斯拉愈驶愈偏对人行道过，最后是9台乌托摆互伊扫掉。乌托摆弄甲密密麻麻倒做一伙，肇事驾驶是罗时丰19岁细汉后生。18早起9点外，因老母一台价值350万的特斯拉，伊甲驶出去，经过新北市汐止康宁街，伊强调讲，伊无分心，敢若是车无熄才会造成车祸。罗时丰当时要伫南投出外景节目，是出来最后一个知影这个消息的人。才刚拿到驾照，所以把车开出去，他自己也惊吓了，所以看到小孩子这样子有认错，然后也惊吓到了，所以他也不忍多可责吧。那只是告诉他说，开车这件事情不能分心。董事长，我们感谢季啊。52岁罗时丰除了唱歌以外，搁做 YouTuber， 卖奖超过60万。伊笑亏风格，更啊被封为国民歌长。伊嘛捌带后生上节目，分享伊家己惊爱教育的风格。希望讲囡仔唔通学歹，只要有功夫就好。啊，即嘛这个细汉后生无细字出车祸，做老爸除了唔甘以外，嘛希望讲这个囡仔后摆唔通搁犯错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